新闻是来看，警方昨伫网络巡逻，发现有高中生拍的影片，有人亲像提枪，搁冤家相拍。对早发现讲是台中西屯一间高中6个囡仔涉案，因讲因为学校无要互因参加毕业旅行，所以因才伫校门口翕影片来表达不满。画面当中，高中生手里摕疑似是枪的物件，沿路发甲大细声。头前的人一个一个闪开，因锁定另外一个高中2年的学生，搁发生冲突。打架！你要哭了，打架！快点，怎么去打呢？影片传起哩网络了后，引发议论。虽然无接到报案，警方也是主动追查，发现这群学生是读台中西屯区的一间高中。3日暗时陆续通知6名涉案的高中生到案。查扣几两项违禁品，全部依法上班。查扣玩具空气枪2支，手电筒1支，依涉违法及少年事件处理法侦办移送。警方表示，6个人当中姓杨的学生，因为袂爽学校唔予伊参加毕业旅行，超工选伫线学时，伫学校门口起诉，佮甲影片传起哩网络，呛讲要拍歹学校的名声。若校方也说明，代志发生了后，有随启动校安通报。负责录影的姓杨学生，平常时伫学校就互人真头疼。用3字经，用一些不当不雅、非常羞辱性的言辞，也骂过我，骂过学校的主任、老师，甚至会主动去抢老师的个人用品。那这个我们都陆续有在处理他，所以其实他目前已经是记过累计超过9大过了。校方表示，考虑到安全，有2位学生无法度参加这届的毕业旅行。姓杨的学生就找2个毕业生，还有另外2个在校生，甲霸凌别人的过程翕落来。3日暗时已经通知家长甲监护人。校方也说明，因为是义务教育，无法度退学，会针对涉案的学生加强辅导，规范行为。记者台中报道。